讲一日剃头，3日烟头，来看到这敢有唔对？这个警察变做剃头阿师，这是新北市瑞丰区金瓜石啊有一场义诊的活动，就是替生活较歹过的人剃头。这个警察叫做黄敏成，伫咧做警察进前，伊是做头毛的设计师。这一届就发挥较早专家的功夫，免费替民众装衫。伊的功夫真熟手，大家拢学到心色第一好。 阿伯坐伫椅仔顶，互人剃假头毛，毋过斟酌甲看，剃假头毛的设计师哪会穿警察的衫？警察无早穿早替人假头毛的假石头啊，哪会有警察伫替人假头毛？就本身学这个技能啊，也是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想说有朝一日能够再回馈给社会。 原来这个警察叫做黄敏成，捌伫高雄新ขุ港做过发型设计师。自年考调警察特考了后，经过训练，今年年初派去新北市瑞丰分局。伫伊服务的这段时间，发现真侪弱势的人需要人斗相共，因为着省钱，拢唔愿意去假头毛，所以黄敏成才会决定免费替因假。生活节气都不错了，每个人各行各业的人才还是很多啊，各式各样都有。 阿伯对家己的头毛型真满意，警察假头毛的技术大家拢足学到的。黄敏成进前做设计师的时阵，就参加过几个介义诊的活动。这回搁一届等伊的功夫，互民众看到警察唔干那会晓抓歹人，搁真有两步七啊，嘛互人感觉到警察真有人情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